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7月时咧说普渡，原因典故对倒位来？有人讲是木莲救母。日本时代文学家赖和先生，伊有一首7言绝句、7字4句的诗，咧写普渡。古称招你互相来探讨一下。见面头一句讲：救母原是报无恩，传来盛花雪难盆，孤寒满路人随过，城北如山未归回。咱知影讲赖和，众人真甲拥护，因为伊拢会看顾蒜香人，伫咧中部开医生馆，迄若较艰苦的来看，伊无咧共摕钱的，你敢知？伊的诗句一直台湾文学顶头所留落来，这诗嘛是伫咧对社会现象批评指教。头前2句讲是安怎样社会会说普渡，原因就是对木莲救母这个民间故事来。因老母开草破界落地狱，到尾啊，木莲讲，咱若来说有难喷花，所有地狱的鬼魂，拢响应会着民间敬拜的生礼切草。当然，阮老母都袂饿着啊！木莲要报无恩，传来盛会雪难盆，举办这个有难喷花的盛会，到落尾才演变做普渡的风俗。毋过诗人的诗句伊咧表明，讲对，但即马吼，家家户户咧说普渡，尤其迄个庙宇，一担比一担较大担，一间比一间庙宇说了较粗糙，城北如山。城内摆甲满满是，甚至阁有人说看成城北如山，无效啦。咱孤寒满路人随过，社会艰苦袂得过，腰寒饿的人遮济，啥物人咧看顾？啥物人摕淡薄仔讲，互因会得过，互因去一顿仔切草，摕淡薄仔讲，互因明仔载毋免搁再饿，会当多2顿啊？无啦，城北如山，拢甘愿伫咧觅鬼魂，拢有遮的鬼魂。拢有遮阴间地府7月时啊放出来，遮伫咧享用，咧照顾好兄弟啊，无咧照顾遮个孤寒满路的人。诗人的诗句，毋是干那讲咧写文学，咧表达伊的心声尔，只亲像一支针插落去社会心中共款，遐尔啊来啦。